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了彰化永靖乡的永安宫，庙中的三山国王，当地称为王爷公，是饶平客家人的信仰主神，来台至今保佑了永靖乡200多年，是居民的守护神。邵大哥，我知道啊，三山国王对客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仰跟守护神。那他跟饶平客家有什么渊源吗？来到永靖的这个潮州人啊，大概都是属于饶平客，因为他发迹在潮州一带，所以潮州人都在就会祭祀。潮州人为了外移民，所以到台湾来。前面这条永靖街啊，是在道光16年开始兴建，然后我们有6股宫，他们各出资在这里建街。街建起来以后，所有这个出资的人士说，三山国王是我们叶客的庇护者神。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把它留一个庙地，然后建起来奉祀。永靖街出资的6个大股东被称之为6股宫，可以说是清朝时的饶平客家人齐心建立。人们在建街前就规划好要建立永安宫，就是因为王爷公在饶平客家人的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我是有听说这个王爷啊，在当地有一个很特别的谚语“王爷公金太太”。我们这里有奉祀这个王爷三山国王的这个太太，实际上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谚语。因为永靖的王爷是疼太太的，所以说他就把他的带在身边，尊敬太太，然后就别人听成是怕太太，其实也是代表其实客家人啊是非常的疼惜老婆，对，尊敬老婆的一个美德。饶平客语的金与敬发音类似，原来不是王爷公金太太，而是王爷公敬太太。见识到了独特的王爷信仰后，庙中特别的是还有供奉唐宋古文8大家的韩愈韩文公。韩文公是不是对客家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？因为我们饶平客啊，在大陆的时候，韩文正公曾经被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当官，就因为重视教育，所以我们就把他奉祀起来。在考试的时候，我们能来拜拜，求他保佑。然后我们就可以金榜题名。饶平客家人多数是由广东潮州移民，与三山国王韩文公的信仰来自相同地方。如今饶平客在彰化落地生根已经200多年，看着从不间断的香火，我想人们祈求平安的这份心情一定会继续流传，永远不会改变。